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，今仔日下半晡开始水汽会变较高，台湾北部会开始落雨，会延到明仔载早起，关山可能会落雪，而且明仔载各地拢有可能会落雨。也若为拜三开始，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气温会阁降低，拜四拜五会上寒，不过水汽会较减少，敢若东半部有雨。也若拜六投票迄天，嘛会是好天。金门马拉松伫1月2天举行，暗过天顶看落有淡薄仔蒙蒙，因为淡仔季风带来境外空气污染物的影响，离岛澎湖、金门甲马祖空气品质无好。为卫星分顶阁看一界，马祖以南一直到台湾海峡这块呢，明显出现雾雾的情形。本岛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也达到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柑仔色等级。澎金马今天的空污都会比较严重。另外，在本岛地区的话，可能受东北风影响，会夹带一些些微的空污。那另外就是在背风侧的中南部地区，因为风速比较弱一点的关系，所以会比较容易堆积空污。东北季风国家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初7透早平地最低温伫苗栗关山湾，敢若9度4。到初9华南云雨区向东边煞，全台湾拢有落雨机会。中部以北甲东部落雨范围会较宽。初10冷气团落南，各地各会变冷。预定11甲12透早会是上冷的时阵，较空旷所在甲沿海地区可能会10度以下，12日下就会回升。到了10号，到冷气团开始影响台湾，主要的降雨形态又恢复到迎风面北部及东半部的降雨形态。到了11号，虽然到冷气团还是持续影响台湾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明显的比较转干一点。所以其实在11号、12号清晨都是需要留意，会有一些比较局部低温的状况会发生。13是大选投票日，全台湾各地温度拢会较温暖，高温伫20至22度。敢若北部地区回升无遮尔明显，不过气象局提醒，各地透早也是敢若剩14至16度，所以民众嘛是会记得爱穿好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